续来看这件，这是华航董事会临时会通过，要甲美国买16架的波音787的客机，讲爱台票1398亿。即摆主要的问题是，美国联邦参议员葛瑞姆今年4月来台湾的时阵，有公开来表示，希望台湾甲美国买波音787的客机。 但是当时华航并无同意，即摆态度来改变，是毋是就是因为美国的压力不得不才爱来购买，嘛来引发到质疑？华航是来回应讲，第一，这种的客机省油减碳；第二，伫个营运的效益嘛有优势。 讲华航为2018年就开始来评估要买新的客机，到最近确定来购买，是为着久长的经营，并不是因为短期压力才来决定的。 中华航空拜二召开临时董事会，通过订买16台波音787的客机，总金额超新台票1400亿，预计2025年开始交付，要用新的飞龙机提升竞争力。不过马航质疑，敢是因为美方的压力？因为4月时阵，总统蔡英文接见美国联邦参议员葛瑞姆，葛瑞姆当面安尼讲 ：“We hope you buy the 787。” 现场无反出这段话，当时就引起讨论。真的不要强迫华航去买，但无论如何，公司治理一定要摆在最优先的地位。交通部长王国才讲，华航2018年就开始考虑买新的飞龙机，没有什么压力了，因为一个飞机进来还是一个长久的经营的。它因为是 Dreamliner 啦，是梦幻客机哈，他们也做过很多评估，尤其在 营运效率的评估，他们是觉得它是最佳的。华航嘛讲，波音787高客机，无论是伫咧飞龙机设计、营运效性，拢靠优势，嘛含前一代机型减少超20%的燃油用量和碳排放。随望载客量比空中巴士 A350少，不过油的用量有较少。可以完全躺平等等，都是其实相对来讲都是一个蛮先进，也是蛮舒适的一个设计。那台湾要赶快趁这个机会，赶快抓紧这个机会。不管这摆敢是飞龙机外交，随疫情豆豆解封，全球客运市场渐渐恢复生机，华航嘛来抢这场合所的商机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